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，啱聽嘅朋友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今日係4月24號，首先講下美麗姐嘅直播摘要。一開場，美麗姐就以新形象示人，今次所扮嘅人物係哨牙珍，呢個造型真係好掂，應該吸引到唔少男士嘅注目，哈哈。美麗姐認為，邵子峰係想維護翁靜晶，以免對翁小姐不利嘅資訊被陳小姐爆出，所以借口話陳小姐嘅證據唔夠確實，而拒絕陳小姐 phone in。我認為，如果你質疑陳小姐資料嘅真偽，可以喺陳小姐 phone in 時指正陳小姐嘅錯誤，以及向陳小姐進行進一步查詢，係無需拒絕人哋。邵子峰呢個做法，我懷疑佢係想刻意保護某啲人，所以我認為佢都係嗰啲搞陣營對抗嘅人。評論嘅中立性我會質疑。美麗認同陳小姐，質疑水哥有冇真實睇過醫院帳單嘅說法，懷疑水哥同蒲鋒鋒夾埋觀眾。而事實上，無良真係冇 show 過醫院單出嚟嘅，只係用口講。觀眾可嘗試要求無良提供有關證明。如果話因為對方唔願透露，而唔肯出示，咁即係話無良當時係冇得到當事人同意下公開資料。第二，就係因為冇呢張收據而令到佢冇得出示。如果冇得到當事人同意公開資料，而當事人又唔指責無良，咁就反映出無良同蒲鋒鋒好大機會係同一陣營。美麗姐就話，無良曾經發表言論，話自己受到政府迫害而離開香港。而呢啲咁早發生嘅事，我當時都未開始睇無良嘅，所以只有舊聽眾先知無良有冇講過呢啲嘢。如果無良真係有講過呢啲嘢，依家又話可以隨時返香港，咁即係表示當時話俾政府迫害係虛構嘅，有機會利用社會事件博取同情賺課金。美麗姐又話，邵子峰係知道好多無良嘅衰嘢，只不過係無良嘅粉絲勢力強大，而唔敢挑戰無良。呢樣嘢大家可以問下鋒哥，一切以鋒哥解釋為準，我不作猜測。美麗姐透露有人報料，指哨牙珍喺公屋屈蛇，而霸氣又縱容呢種行為，但係就同時話何伯屈蛇係雙重標準嘅表現。報料人又指，珍姐欠人好多錢。提醒觀眾，呢啲係未經證實嘅消息，觀眾唔好盡信。美麗姐又講，霸氣年初一話老婆走咗佬，之後有消息指哨牙珍喺年初二出現喺霸氣附近，質疑霸氣係想借老婆走佬一事課金。不明來源消息又話哨牙珍借做義工推銷能量水。首先，網上流傳珍姐合照張相，未有實質證據顯示張相係年初二拍攝嘅。第二，珍姐推銷能量水呢件事，由於消息來源不明，所以係唔可以當成證據看待。最後，美麗話送咗2個白卡俾無良，呢度真係有啲好笑。原來美麗做咗醫生，經過美麗姐嘅專業診斷，無良問題太嚴重啦，一張白卡唔夠，仲要雙白卡，哈哈。呢度當然係講笑啦，其實美麗姐係想講送咗2張紅牌俾無良，我都唔知佢點解會講咗白卡嘅。4月24號河馬發表咗一篇文章，內容唔詳細講啦，觀眾可撳停睇下。
文章嘅重點係叫人冇錢唔好結婚，處於冇錢嘅婚姻入面，根本唔會有幸福。但係即使有錢，若果唔體諒對方，婚姻亦都唔能夠維持。喺呢度可以睇到，河馬係以錢行先嘅，仲係唔明白愛情嘅精髓。咁咪即係同錢結婚咯，來來去去都係當咗婚姻係商業交易。我估兩公婆賺最低工資都唔會死啩。若果唔體諒對方，婚姻亦都唔能夠維持。呢句說話可能係話緊老公一定要體諒河馬做生意嘅宏願，俾錢河馬創業。如果唔肯過水，有錢都冇用，斷絕關係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